隐蔽！你干嘛？冷静！东邦人，我刚刚开枪打了他。那个东邦人，东邦人，为什么要加入克里，冲我们东邦人开枪？为什么？你怎么不去死？叛徒，打死你！加入克里，叛徒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杀了你！为什么加入克里？为什么杀东邦人？叛徒，你怎么不去死？这有人，不许动！放下放下！举起来！打死3个东邦人，这里会有很多克里援军到来。我现在带你逃出去，跟我走。
的是你的问题，你反而最后一个来。对不起，领袖，我有事情耽搁了。算了，事情很简单，你儿子死了，事情非常严肃，相信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复仇。是的，那就快一点，不要让我们觉得安全总署保证不了我们悠人的安全。那个时候会有人来保证我们的安全，而你该被放弃的时候就会被放弃。我为我们的组织牺牲了2个儿子。悠人从不谈感情，这也是为什么你能走到今天的原因。没错。我会尽快处理好，但是我希望领袖继续支持我的工作。对方是曾经和我们激战了15年的东方人，我希望没有后顾之忧。我当然支持你。那我需要枪。我说的不是那些用来自娱自乐的手枪。交通的问题你也有责任。路上没有劫匪？好像没有，只是人都不太友好。能友好才怪呢！他们啊是库尔曼的人，老是耽误我们做生意。库尔曼？行了，没遇到就行了。来，5万，这是给罗素老爷子的尾款，6000，你的尾款。哎，我走出这里会被打劫吗？那还不至于，镇上民兵多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酒在这边的销量非常好，跟罗素老爷子说多发几车。没问题。哎，接货！快点，马上。说卖酒的，生意不错嘛。看起来这到了一批南方的好酒啊！啊？是的。卖酒你不跟我库尔曼商量，这事儿行吗？嗯。干什么呢？住手！说没错，你怎么样？没遇到什么危险吧？还好，只是那里的人不太友好。啊，我知道那里肯定不太平。我也能感觉得到，只不过这次确实运气好。也罢，泰沙真酿就不错，北方人最爱喝了。以后这条商道你负责，我也不食言。虽然你没碰到什么事，但毕竟你成功了，也有足够的胆气。我把沙南码头全权签给你。
看着点啊！行，哎，到，哎，到，好，到，行，好，就这儿了。哎呀，这码头真不错啊！非常好的根据地，萨克城离这儿大概500公里，中间隔着整个南方，他们要过来不容易。走，到处看看。OK。抓紧时间啊，下午得发。哎，好。来，高阳。哎，老七来了。哎，哎，把这车开过来。来，都过来！看看你们的新经理贺江姐。江姐好，江姐好，江姐真漂亮啊！江姐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年轻啊！哎，这些大船是哪里来的？啊？好，江姐，这都是从北拉过来的。哎，贺江姐，有个人过来找你，说是组建东方社团的事情。请坐。喏，我叫天滚，听说你最近混得非常顺，贺江。你听谁说的？很多人都这样说。我不认为这叫混，我有认真生活。那也叫混。有什么事儿？我很佩服你，真的厉害。我们东邦人人人都要团结。没错。所以我们老板邀请你参加属于东邦人的会议。你们老板是谁啊？唐家荣，萨克城东邦人里最有钱的，他有想法，有激情。我也是最近看到他的主张才决定跟他的。他那么有钱，那我的价值在哪儿？跟我一样，你能打。我只是用来防身呗。贺江，不管你用来干什么，你都应该站出来。汤家荣他是想弄啥嘞？嗨，那唐家荣就是想当老大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问这么多，有生意给你做不就行了吗？不能这么说。喂，贺江啊，你来了。阿哥。不错呀，贺江，那个约翰琼西都被你弄死了。打劫救灾粮食的家伙，那是遭天谴了。
我能接受男人抽烟，但这也太多了。我讲啊，做人啊要低调。大家都到了吧？来了。好好好，我呢叫唐家勇，知道的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我呢应该是萨克城市史上最有钱的东邦人。那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被有人压着。就是。所以这次叫大家来开会，我出钱，各位呢出力。嘿，这边这个马子就是贺江吧？传说很风骚，名不虚传哦。我们现在都是东邦这边有点影响的人物，一村大海，商会大佬。大理姐呢，会所做得不错，凯明矿工老大，人多。这边贺江，不得了，厉害了不？让你马子先出去。不爽？稍微有点上头。犀利。哼！不要以为你打翻几个优老就搞不清楚自己是谁。你头上的奖金封顶了就1000万，而我唐家勇的身价，那至少有7个亿呀！是要打还是？没错，打不赢我身后的天鬼，你连在这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就是。当然也未必啦，毕竟嘛，你还是一个美人，拿来玩一玩也是可以的嘛。哎呦，我还就奇怪，总有一些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说起话来天都是他家的。好了，资格有了吧？那有资格的话该怎么说？是不是也跟你一样，鼻子翘到天上去啊？厉害！多少钱？什么多少钱？多少钱肯替我卖命？帮你跑个车可以，命都给你。谁呀你？想多了吧你？阿江啊，唐老板毕竟是长辈。什么长辈？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抱着小姐说着狠话，都拿我当马仔呢。
不好意思，各位，你有钱，你爱买啥买啥，我就想做一个享受生活的卡车司机。告辞。何强啊，阿强。唐老板，茶泡好了。啊，去吧去吧。哦，是。何强啊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咱们却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何强，听说你喜欢喝茶，这杯好茶，试试试试。茶收买不了我。嘿呀，我们现今都不算朋友，继续喝杯茶，谈谈未来嘛。啊！哎呀，我们东方人不团结，总得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嘛，把大家组织起来。而我呢，恰恰有钱，所以我想成立东兴会。钱在萨克城不那么好使。哎呀，能使上多少是多少嘛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嘛。头有点晕，你是不是下药了？对呀，知道你肯定桀骜不驯，这样是做不了以后的工作的。你太干净了。你想怎样？脸脏了应该就无所谓了吧？你也是识时务的嘛，对吧？我要是活下来，你会死。哎呀，何强啊，小美人儿，今晚你就是我的了，看你还这么神气。喂，安全署道安大人吗？我是小唐啊，唐家荣吗？对对对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我抓到了何强，我希望啊，你能扶起我管理东方人，我钱就把他交给您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对对，就在我的酒店呐，恭候你的到来。何强啊，何强，你这是在玩火呀！你干不了这个。从古至今，我就没见过什么像样的女人能当大哥。就算你能打翻几个汉子，那又怎样呢？最终你只会被人鱼肉。今天就算我不下手，这社会也会玩死你。不要怪我。你进来干什么？老板，这样不合适吧？你懂什么？给我滚！唐老板，我可能也没见过什么优秀的女人当大哥，但你这种勾结幽人、吃里扒外的杂种，更不可能成为我的大哥。你不要管，为成大事做一点必要的牺牲，就算什么？那就牺牲你吧。你铺盖仔！
贺江，行了行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来，谢谢你。虽然当时神志不清，但还是模模糊糊听到你打了你老板。我也是几天前被唐家荣招募的，当时我在工地打工，但我喜欢打架，也出了点名。唐老板找到我，觉得我是一块干大事的好料，他想成立社团，让我帮他。乔七，天鬼，刘震，听过，战哥。啊，好，好哥。那你之后怎么办？不知道，等着继续回工地干活吧。要不，快来跟我们一起干。恕我直言，不是我不看好你，但老爷们之间一起拼一起扛，快意恩仇心之所向，这没什么。但您是个漂亮女人，开句玩笑的说，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嗨，这是什么话呀？贺江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钱，我们之间也不存在友谊。我会说不清，我是在为什么卖命？说出去在为漂亮女人卖命，这不好听。对不起。哎，你，哎，算了，也是，人各有志。我明白了，我也不是那宋江，说咱们兄弟义气呢，估计人家也不信。确实要钱也没钱，更不是什么王公贵族，只是跟乔七、刘战、阿豪朋友们一起干点事儿。好吧，总之呢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，以后有需要的地方随时叫我。没想到差一点臭水沟里翻船了。之前大家都尊我为英雄，但这个所谓的英雄，也就是在一个小街里大家爽一爽，拿不出手的。卡车司机算什么呀？还不是被人下药，连内衣都快被人扒了。哎，江姐，别这么想，咱们找个机会教训教训那个姓汤的。教训一顿还不够，我看他经营的酒店不错，得赔给我。说吧，贺江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欧尼亚这么大，他开着车到处跑。需要跟你介绍我的生平事迹吗？不需要，但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龙兴商运的出车都是你安排的，你难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，他上一次出车后就一直没回来过。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的命，他在乎吗？他当然不能在乎你们的命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做出这种蠢事，对吧？你的命只有你的妻儿在乎，但却被贺江这个贱货断送了。